今日 Raysonic 小主意食譜嘅影片會教大家用 Raysonic 迷你電子燉盅嚟做超簡單又滋潤嘅雪耳無花果燉梨湯。準備好未？材料有呢啲：雪梨、雪耳、杞子、無花果乾、清水。呢款迷你電子燉盅擁有5種燉煮模式，包括 BB 粥、燉湯、燕窩、蒸同埋自選模式，仲有最長12小時預約功能，非常方便。跟機仲配備一個0.8升嘅陶瓷燉盅，並附有一個蒸架，充分發揮整個燉盅嘅多功能性。先將所有材料徹底洗淨，雪耳去蒂並切成小塊，雪梨去皮，切4份之後去掉果心，將雪梨、雪耳、杞子同埋無花果乾放入 Raysonic 陶瓷燉盅內，加入清水，直至燉盅8成滿，並且注入水如 Raysonic 迷你電子燉盅嘅放盅前水位線，將陶瓷燉盅放入機內並蓋好。選擇燕窩功能，將時間調校為1.5，靜心等待美味出爐，最後即可上碟享用。希望大家中意呢個簡易嘅食譜，中意嘅就記得讚好同分享我哋今次個食譜啦，下次再見。